可是要废去修为的。星宫间谍，哼，这不是进城的法子就有了吗？两位道友，在下确实没有见过什么星宫间谍，若无其他要事，还请高抬贵手，放在下赶路。那人精通易容变化之术，我二人无法判断道友所言真假，还请道友随我二人走一趟，方好还道友一个清白。二位道友莫要为难在下呀，在下有一点心意，还请收下。这无形无还真是好。